Hello，大家好啊！今日快閃介紹一個小工具，係我用咗2個月時間喺度測試，係咪叫測試呢？其實係使用啦，咁但係用落我覺得係有啲效果嘅喎。雖然未好明顯見到，我亦都冇特別去影張相 before after 咁，因為頭髮係好難話隨便揾相機影嘅，咁所以我就冇影啦，即係自己感覺良好就 OK 啦咁我又想分享下喎，咁係啲乜嘢呢？咁八爪魚形狀嘅一個頭皮梳，其實淘寶買嘅。咁碌手機嘅時候咁啱見到喎，咁佢又講到好似幾好咁喎，又好似幾舒服咁樣喎，咁我就買嚟試下啦。咁點解會去咁多嘢唔搞頭皮呢？咁因為呢就有説咧，就我上網查過少少資料嘅。你想個面部嘅皮膚冇咁即係咁快崩塌呢，其實令到個頭皮個皮膚健康呢係有幫助嘅。咁好啦，咁我響一邊做面部皮膚護理嘅時候呢，其實原來你去令到你嘅頭皮健康呢，咁都係原來對皮膚有幫助喎。咁就所以好值得投資啦。咁當然我係知道好一個確認咗咧，就係頭皮其實係你如果有足夠嘅運動俾佢呢，咁個血液循環呢，咁你白頭髮嘅情況係改善啦，甚至無甩頭髮嘅情況都係會有改善嘅。咁我哋點用咧？好簡單啦。其實而家我用你見唔到嗰個所謂痛楚嘅感覺嘅，即係佢又唔係好痛，佢只係你第一次用呢，你係會即係做咩要揾個嘢搞個頭呢？哎呀，唔好整我啦咁，即係你會咁樣嘅感覺。但係咧，當你點樣叫一次啊？係梳勻全個頭，來回咁樣推啦吓。咁頭先咁樣叫半次啫，真係好認真地喺度全個頭 roll 一次咁就為之一次。咁我覺得咧，你可以每日喺度玩手機嘅同時，都喺度碌下佢啦。咁你等個頭皮咧係忍受咗頭嗰10次嘅不安啊，感覺好差啊，唔知點解要咁樣做嘅時候咧，去到可能第10零次咧，你係會，我唔敢講話愛上，但係當你每一次你諗你用呢個嘢嘅時候咧，第一唔使成日染髮啦。頭髮即係頭皮有咗血液循環嘛，咁白頭髮嘅情況會改善嘅咁你每次咁樣諗咧，你會即係用得樂意啲嘅。第二就梗係如果甩頭髮嘅話咧，又都係咁講啦，呢個係鼓勵自己嘅做法嚟噶嘛。咁事實咧，我覺得我用咗之後咧，因為頭皮鬆咗，冇咁繃緊啊，咁咧我覺得咧我自己白頭髮出嚟嘅都係有，但係咧就我覺得好似慢咗啲咯，係咪心理作用呢？當然同我用其他產品嘅，我有用一個保濕，就係我平時我嚟噴面嗰個啦，我再提升咗將佢我嚟噴頭皮喎。咁我有部機嘅，不過我部機我唔示範啦，咁我直接用呢個 product 啦。頭先我洗咗頭，咁我頭髮濕嘅，咁但係咧我就會將佢直接噴喺度，跟住咧即係推開佢啦，然後又係同步，又係梳下，等佢好吸收啲。第一，等佢補充水分啦。其實頭皮即係如果你用一個250倍定係再高少少啦，可能呢個數字我唔記得啦。專係愛嚟檢查頭皮嗰個放大鏡嗰個度數咧，你去睇到你個頭皮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如果你有染髮電髮咁咧，其實嗰個頭皮咧係好核突嘅。你明顯見到好污糟啦，好多化學物品啦，總之你見到話冇諗過個頭咁污糟嘅咩咁，即係喺嗰個咁嘅狀態嘅。咁就算你唔染髮唔電髮都好啦，只要你有用市面上喺超級市場好容易買得到一啲好普遍性嘅洗頭水去洗頭，其實嗰啲殘留物咧都係留喺個頭皮度嘅，咁係令到頭髮會容易甩啊，頭皮污糟啊咁。呢個我唔特別詳細講啦，因為今日淨係介紹呢一個。咁好想大家係喺淘寶淘啦，唔知幾蚊雞嘅咋，咁翻嚟每日就數十下啦，咁令到呢個頭皮可以
血液循環。咁而頭先講咗啦，我同步因為用開呢個噴面嘅，咁我都去將佢會噴喺個頭皮度，咁等佢咧好似面部皮膚一樣啫嘛，即係保濕啊咁。咁呢一個係我今日嘅小分享。咁記得就有興趣買一個，然後喺度玩手機嘅時候就認認真真用下，由頭皮開始保養啦。因為嗰句咩説話話？冇醜嘅女人啊，只有懶嘅女人啊。咁呢句説話20歲你未必覺嘅，但係當你去到50歲嘅時候咧，你自己就會知道發生咩事。好啦，由今日開始勤力啲啦，拜拜。